歡迎大家嚟到小福嘅 STEM and DT Lab。喺小福嘅呢個 STEM and DT Lab 咧，學生咧係會學習 STEM 呢個科目。咁 STEM 係咩嚟嘅咧？其實 STEM 咧係一個科學、數學、科技同埋咧呢一個工程嘅一個簡稱嚟嘅喎。其實 STEM 呢個科目咧係用嚟咧培養咧學生嘅跨學科知識嘅應用啦、邏輯思維啦，同埋俾佢哋一個動手學習嘅機會嘅。喺小福入邊咧 ，Form 2同埋 Form 3嘅學生咧就會學習 STEM 呢個科目啦。我哋而家一齊嚟聽聽小福嘅學生喺學習嘅經歷上面有啲咩嘅感受同埋分享啦。喺中二級嘅 STEM 課程裏面，我哋會學習關於工程同科學方面嘅知識，例如去認識唔同各種嘅電子元件，同學習電腦板嘅運作原理。有實物喺度嘅情況下，我哋會更容易、更深入、更直接咁理解物理科所教嘅教學內容。而我哋亦都會學習點焊接各個電子元件，整出一個又一個嘅小玩意，例如會隨住聲音發光嘅燈、幸運轉盤等等。喺中二級嘅課程最後，我哋會製作一個藍牙音箱，可以拎返屋企播音樂，都真係幾正㗎。其實都有唔少困難㗎。當我哋一開頭未有任何焊接經驗嘅時候，我哋會經常將啲電子元件焊錯位置，甚至係焊壞咗成塊電腦板。然後去測試嘅時候，就會發現有唔少問題。舉一個例子，喺焊接完第一塊電腦板嘅時候，我發現有一啲燈係唔着嘅。當我唔知道下一步應該點做嘅時候，多得老師嘅悉心教導同埋協助，我最後都可以將個作品修復翻好。睇到我哋嘅作品可以正常運作嘅時候，就會覺得之前遇到嘅困難都唔算係啲咩。吸取咗呢次經驗之後，我哋製作藍牙音響嘅過程都變得好順利。呢樣嘢令我明白咗個道理，就係每當我哋遇到困難嘅時候，我哋應該都要盡量咁克服佢，咁樣我哋先可以得到真正嘅成長。中三級嘅 STEM 課程會更加注重喺科技方面。喺課堂裏邊，我哋會學到攝影嘅基本技巧，包括點樣去構圖，同點樣設定相機嘅光圈、快門、感光度，去拍攝出我哋想呈現嘅效果。老師仲會安排我哋喺課堂時間喺校園內影相。如果唔係有咁嘅機會，我哋都唔會發覺我哋已經習以為常嘅校園生活裏邊有咁多美麗嘅角落。呢個課程擴闊咗我哋嘅視野，可以用更加細緻嘅角度去觀察環境，發掘出日常生活中唔同嘅美。除咗攝影之外，學校亦都會提供 iPad 俾我哋，應用最新嘅 AI 技術去設計圖像。喺其中一個課堂練習裏邊，我哋要用生成式 AI 作為輔助，去為自己嘅學會設計一張海報。即使美術方面唔係特別突出嘅同學，都可以整得好靚，可以直接放上社交媒體添啊！喺上呢個課程之前，我自己影相嗰時，通常只會覺得影相咪就係影相咯，而從來冇諗過點解要咁影。而喺 STEM 科入邊，喺攝影同埋設計圖像之外，老師仲會通常叫我哋出嚟做翻個口頭報告，講翻我哋嘅設計理念同埋作品想表達嘅意思，要喺其他人面前表達自己嘅意念，其實真係比想象中難好多。面對呢個挑戰，我哋會事先做好準備，寫一啲作品嘅文字描述，然後出去報告嗰陣就會鎮定好多，而且講嘅內容更加通順。喺呢個方面 ，STEM 科目唔止提高咗我嘅技術素養，亦都提高咗我嘅表達能力，等我可以喺將來應對各種需要公開講話嘅場合。聽完同學嘅分享，我都想趁呢個機會咧，向大家介紹一下 STEM and DT Lab 咧裏邊嘅唔同嘅部分設施，同埋咧學生咧到底係點樣上堂嘅喎。好啦，首先大家望一望咧畫面上面，你見到咧，其實呢度就係中三嘅同學咧上堂嘅地方啦。中三嘅同學咧會喺度學習編程啦，會喺度學習拍攝技巧啦，同埋啲剪接技巧或者啲運用 AI 技巧嘅。好啦，如果係 Form 2嘅同學咧，就會係畫面上面嘅另一邊，即係咧呢個房間嘅另一半咯喎。畫面上面可以見到咧，同學其實咧喺度會學習咧焊接電子零件嘅一啲技巧。學生咧會喺度學習咧焊接藍牙喇叭㗎。好啦，去到呢度，相信咧各位都好有興趣咧，想了解一下實際上同學係點樣上堂嘅咧。我哋而家咧就可以俾啲片段大家去望下啦。
相信去到呢度咧，大家已經對小福嘅 STEM 科目咧有一個比較深入啲嘅了解啦。但係小福除咗 STEM 呢個科目之外咧，仲有好多其他豐富嘅課程同埋多元化嘅活動嘅喎。各位家長如果有興趣嘅話咧，其實可以落翻去下邊地下大堂同埋操場，我哋咧會有機會見到更加多嘅功課展示同埋科目嘅介紹㗎。